你是否曾經感覺自己身處一場無盡的戰鬥中？有一天你覺得自己堅強、自信，準備好應對一切，而第二天似乎問題從四面八方衝來，壓碎了你的心和希望。生活常常像戰場，但即使在衝突之中，上帝的話語提醒我們，勝利已經在基督裏得到了保證。希伯來書10:23-24指導我們要堅守我們所承認的盼望，毫不動搖，因為那應許的人是信實的。又要彼此顧念，激發愛心，勉勵行善。這些話呼召我們，即使在周圍一切似乎崩塌時，也要保持堅定的信心。上帝的信實不依賴環境，他不僅在順境中可靠。當你感到軟弱時，他依然堅強；當懷疑籠罩你時，他的話語仍然準確。因此，我們被呼召要牢牢抓住我們所承認的盼望，不讓任何事動搖或奪走它。但聖經也教導我們不要獨自行走。我們被呼召互相鼓勵，提醒眾人上帝的美善，不斷指向耶穌，通過團契、禱告和敬拜來加強我們的信心。也許你在觀看這個視頻時背負着沉重的負擔，也許你因看似無盡的戰鬥而感到疲憊，問題接二連三地出現，不給你喘息的機會。生活總有辦法施加壓力，讓我們感到被困、被擊敗，甚至被遺忘。如果你認同這一點，請深呼吸，並記住，你並不孤單。想想盲人巴底買，路加福音18:37-38。當他聽說耶穌經過時，他喊道：大衛的子孫耶穌啊，可憐我！巴底買沒有讓自己的狀況讓他沉默，也沒有讓人群阻止他得到醫治。他聽到了耶穌的臨近，並憑信心行動。正是這種信心吸引了大師的注意。正如巴底買一樣，這是你的呼召。當生活看似壓倒一切時，呼求耶穌；當你的問題看似像一支向你進軍的軍隊時，呼求他的名。把你的恐懼、痛苦和不確定帶到他面前。他不遠，也不太忙。他是傾聽並回應的神，為他的孩子而戰。即使當你覺得無路可走時，也請記住以利沙的故事，列王紀下6章。被敵軍包圍時，他的婦人充滿恐懼，但上帝顯明了不可見的現實。山上圍繞着以利沙的有馬匹和火車。上帝的同在大於任何威脅。當你感到被包圍時，請記住，這場戰鬥不是你的，而是主的。即使人的眼睛只看到反對，上帝的供應已經環繞你。他為你而戰，即使你未能察覺。因此，現在舉起你的心和聲音，像巴底買和以利沙的婦人一樣呼求他，讓聖靈把你的眼睛固定在耶穌身上。他是你勝利與平安的源頭。如果這一段觸動了你的心，請訂閱頻道、點讚、評論並分享，讓更多人能在基督裏得到信心和希望的堅固。
當我們感到生活壓迫我們，每一個問題似乎都比我們的力量大時，我們很容易忘記自己並不孤單。記住上帝的應許，即使在最黑暗的時刻，他也不離棄他的孩子。想想以利沙和他的婦人被軍隊包圍，從人的眼中看，一切似乎都失去了，但上帝顯明，山上滿是馬匹和火車。危險真實存在，但上帝的同在更大。我們戰鬥中的勝利也是如此，勝利就在我們周圍，即使我們看不到。上帝是信實的，即使我們沒有立即看到結果。有時，生活的壓力讓我們只關注問題、恐懼和焦慮，而忘記了基督已經勝過了所有戰爭。羅馬書8:37宣告，在這一切事上，我們靠那愛我們的，已經得勝有餘。我們不僅是生存者，我們是超過征服者。每一個我們面對的挑戰，都是相信上帝信實、增強信心，並確信他與我們同在的機會。每一滴眼淚，每一次痛苦，每一個懷疑的時刻，他都知道，並以他的恩典、耐心和永恆的愛環繞我們。當生活的重擔似乎無法承受時，記得將你一切的憂慮交託給主，正如彼得前書5:7所提醒我們的：你們要將一切的憂慮卸給神，因為他顧念你們，不要獨自承擔本應交給神的重擔。將一切帶到他面前，你的擔憂，你的恐懼，你的不確定。他希望你在他的應許中安息，在禱告中堅強，即使看不到前方的道路，也能充滿信心地前行。正如馬太福音11:28-29所說，耶穌邀請我們，凡勞苦擔重擔的人，可以到我這裏來，我就使你們得安息。你們當負我的，學我的樣式，因為我心裡柔和謙卑，你們心裡就必得享安息。生活並非沒有困難，但神的同在會將每一個挑戰轉化為學習的機會，將每一次跌倒轉化為成長的契機，將每一個恐懼轉化為堅不可摧的信心。秘訣是將目光堅定地注視在耶穌身上，而不是人類的解決辦法或暫時的安慰，而是那永不失敗的磐石。當你的心沉重時，把目光舉向主；當你的心靈疲憊時，在他的同在中尋找更新。神是驅散黑暗的光，是支撐我們的力量，是風暴中的安全避難所。現在，深呼吸，感受來自全然信靠神的平安。他已經為你打過戰，已經在無路可走之地開闢道路。他早已與你同在。讓他的話語進入你的心，讓他的信實在你的生命中顯明，讓希望在痛苦中綻放。即使一切看似不確定，即使覺得無路可走，記住，神永遠不會離棄我們。他是我們的避難所，我們的堡壘，我們堅不可摧的磐石。正如使徒保羅所宣告的，沒有雜魔能使我們與神的愛隔絕。我們被呼召堅定持守我們對希望的宣告。每一個勝利，無論顯現與否，
都是主信實的見證。風暴中的每一刻安息與平安，都顯示他在我們的戰鬥開始前已獲得勝利。當你感到負荷過重時，舉起你的心和聲音禱告，正如巴底買呼求憐憫，正如以利沙的婦人開眼看見天上的軍隊，你也可以看到人眼看不見的事物。邀請耶穌進入你的恐懼、憂慮和每一場似乎不可能的戰鬥，他同在，為你而戰，用他的力量、保護和愛環繞你。世上沒有力量能超越神所預備的，他在前面開路，預備道路，將每一個挑戰轉化為勝利。即使信心看似微小，也要信靠神；即使步伐疲憊，也要堅守。神的話語是活的、永恆的、不可動搖的，我們在其中找到安全和指引。正如詩篇23所提醒的，他是我們的牧者，引導我們走在青草地上，恢復我們的靈魂，引導我們走正路。即使在死亡陰影的山谷中，我們也不懼惡，因為他的同在與我們同在。他的杖安慰我們，他的愛支撐我們，他的信實加力量給我們。現在，讓這真理改變你的一天。深呼吸，把你的恐懼、懷疑和痛苦交給他，承認你並不孤單，主已經確保了你的勝利。提升你的心靈，擁抱堅定不移的信心，並鼓勵他人也這樣做。分享這個信息，讓更多人感受到與耶穌同行所帶來的平安、希望和信心。記住，你是得勝者，不是因為你強大，而是因為基督為你贏得了勝利。如果這段視頻觸動了你的心，請訂閱頻道、點讚、評論並分享，讓更多人能在生活中感受到禱告的力量和神的大能。願主耶穌基督的恩典與平安常與你同在，引導你的腳步，恢復你的心，並每天堅固你的信心。阿門。